己之力啊，打破咧西方對中國嘅抹黑宣傳。大家其實都知道咧，外網其實大量咧有呢一啲反華嘅言論啊，咁啊非常之抹黑我哋中國啊。咁但係近日咧嚟咗一個咧全球頂流嘅網紅咧，叫做甲礦哥啊，即係真名係叫 Smith。咁樣一個網紅咧嚟到我哋中國咧進行呢一個直播，因為係全球嘅直播咧，所以全球咧係睇到咗中國最真正嘅生活、真正嘅環境係點。全球睇到呢個直播嘅網民咧都深深表示啊，原來中國係咁正嘅，原來一直都俾西方嘅媒體咧呃咗自己。呢個甲礦哥咧嚟中國之前咧，其實去過其他嘅東南亞國家嘅，咁但係咧，喺嗰度嘅體驗都唔係咁好，要麼俾人呃啦，要麼俾人搶錢啦，要麼咧就俾人恐嚇。但係佢嚟咗中國之後，佢先發覺中國非常安全，而且所有嘅市民非常熱情好客。佢喺上海咧體驗咗我哋高鐵嘅速度嘅震撼，喺北京感受咗我哋長城同埋故宮嘅歷史沉澱，河南仲學埋少林功夫添。喺成都，佢感受咗我哋大量嘅非遺嘅文化傳統。當佢將我哋中國呢幾十年嘅變化真真正正咁樣喺直播裏邊咧，客觀咁樣嘅播出去之後咧，絕大多數嘅網民都喺佢個評論裏邊講，一定要有生之年親身到中國旅遊一次，感受真正嘅東方力量。我覺得佢呢一次旅遊嘅直播，無論係有心定無意，對我哋中國喺當下嘅國際環境底下，係一次意義非凡嘅活動。甲礦哥咧表示佢非常滿意呢一次中國行嘅體驗同埋呢個關注度，所以咧佢接下嚟仲會去重慶、香港同埋深圳呢3個城市，唔知道仲會唔會再增加啦。如果佢嚟順德嘅正啦，我一定帶佢去食順德魚生。所以西方媒體咧想要瞞騙全球咧，再講我哋中國係一個落後不堪嘅地方，我諗呢個陰謀咧一定會被拆穿啦。我哋呼籲咧，全球所有嘅朋友都可以嚟我哋中國再玩一玩，真金不怕紅爐火。隨住互聯網嘅發展咧，我哋認為未來嘅信息差咧會越嚟越少，每個人都有手機，每個人都有自己平台嘅時候，我同你講，越係好嘅嘢會越嚟越體現出嚟。大至一個國家，細至咧我哋做緊嘅一啲小生意，特別係以前做傳統行業做實體嘅嗰啲老闆，你哋一定要善用短視頻，善用呢個時代嘅直播去宣傳啦，同埋交易。